大家好，今日介紹俾大家一個非常強大嘅 AI， 叫 Nano Banana， 佢可以玩到好多嘢。我哋今次先用佢嚟做 WhatsApp 貼紙，因為香港係受限制地區，好多 AI 語言模型，例如 ChatGPT、Nano Banana 香港都用唔到。有一個免費嘅方法可以用到佢哋。LM Arena 係一個公開嘅平台，本身係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搞出嚟嘅，用嚟評價大型語言模型。我哋會喺呢個平台上面用 Nano Banana。首先打開 Safari， 喺 Safari 搜尋 LM Arena， 然後用 Google Account 登入。喺 Battle 選擇 Direct Chat， 選擇圖片，選擇 Gemini Nano Banana 語言模型。依家可以開始做 WhatsApp 貼紙啦。首先加入一張你想變成貼紙嘅相片，我係先喺網上已經下載咗一張相片，然後打上提示，根據上載嘅圖片生成一張 WhatsApp 貼圖。將角色轉化為 Q 版卡通人物，少女漫畫風，色彩粉色，粗黑線條，白邊，背景綠色。大概10秒鐘 Q 版嘅貼紙就生成啦。我哋再用剛生成嘅貼紙做出唔同嘅表情包，根據以上載嘅卡通角色圖片生成4張獨立 WhatsApp 貼圖，主題係角色貼圖取代常用 emoji， 分別為笑到眼淚流、嬲爆臉紅、心心眼笑容、哈哈大笑到明眼。粉色係粗黑線條，平面上色，白邊，背景綠色。過咗大約30秒，只係俾咗第一張圖我再叫佢再俾我另外嗰3張，佢就出晒俾我啦。生成出嚟嘅表情包貼紙係咪好得意、好可愛呢？將所有貼紙儲存到相簿裏邊，下一步我哋就可以去 WhatsApp 加入剛做好嘅貼紙。喺相簿打開剛做好嘅貼紙相片，用手指冚住貼紙公仔，然後選擇拷貝。去到 WhatsApp 將貼紙貼上，然後選擇發送，將貼紙發送俾自己，重複直至將所有貼紙公仔都喺 WhatsApp 發送俾自己。之後將所有貼紙加入最愛。你亦都可以將貼紙新增至貼圖集。
有咩問題留言俾我，我會盡快回覆。多謝收睇，記得點讚、分享、訂閱同埋撳個鐘仔，以後有新片就會即刻知道。拜拜。